朋友用唱歌跳舞表达对环境的关心。每当的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，400位青师生特别来到黄金海花净滩。卡罗这一次在世界地球日，配合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环保议题的节日，办了净滩活动。我们希望，珍爱地球、重视环保的教育观念能够从小扎根，跨出教育的第一步，从做中当中去体验一下，我们的。地球生态的环境目前所遭受到的一些困境，那如何尽我们自己一份的心力，然后让这个大地更加的一个干净。把海洋生态融入环境教育，以实际净滩行动，互有利了解废弃物源头减量，体会社会互补的意义，共同守护美丽海花。鞭炮的垃圾应不应该在沙滩上？不应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帮忙捡起来，来帮我夹起来。你看看这个是海草，你知道这个海草本来在哪里吗？水里。水里，它其实这个海草，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一个的那个竹子？陪小朋友一起认识地球，爱环保，减少海洋的污染，让小朋友有爱护环境的概念。我们的幼幼班是定点净滩，让孩子知道哦，原来我们的沙底下也是会有垃圾的。海洋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，我们要从小就给他们一些观念。期盼这个活动会当建立有利对着环境的认同甲因素概念，培养公平素养，替地球尽一份心力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